投資嘅眼光，決定財富嘅版圖，緊握啟動九龍東發展機遇。2026年嘅九龍東已全面蛻變為香港最具活力嘅核心商業區之一，而真正嘅價值就隱藏喺樞紐嘅中心，坐落於觀塘鴻圖道2號 East Hub 雄踞 CBD 核心，與跨國金融公司頂級甲廈為鄰，匯聚龐大商業精英同強勁消費力，絕對係進駐東九龍嘅戰略首選。人流係營商致勝嘅關鍵，喺呢度交通優勢直接化作實質購買力，只需短短2分鐘步程，瞬間連接全港消費脈絡，為商戶帶嚟源源不絕嘅強勁商機。品牌嘅格調從第一印象開始，極具氣派嘅迎賓大堂，配合高約5米嘅特高樓底設計，為每一位貴賓帶嚟專上嘅迎賓體驗，彰顯非凡嘅品牌氣度。空間決定商業嘅無限可能。East Hub 採用全層無柱式設計，配合高達3.5至5.6米嘅特高樓底，徹底打破空間限制。加上高達5.0千帕嘅特強樓面負重，超越一般商廈標準。無論係開設高端醫美中心、大型健身瑜伽會所，定係結合花藝與輕食嘅複合式餐廳，都能夠提供最大化嘅靈活規劃，輕鬆實現你嘅商業願景。頂層更特別規劃為音樂餐廳與天台酒吧，為你帶嚟室內品味、星空暢飲嘅極致日夜體驗。匯聚高級餐飲、休閒娛樂與創意空間，作為區內唯一全新落成且可作獨立拆售嘅銀座式商鋪項目。East Hub 坐擁眾多罕有優勢，勢必成為東九龍新一代商業地標，以及國際旅客與本地顧客嘅必到熱點。商機無限，即將矚目登場。歡迎聯繫美聯工商鋪專業團隊，預約實地體驗。